是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来去客家庄，要介绍的是新竹北埔。那么北埔呢，位在新竹那个地方，大部分的客家人说的是海陆腔的客家话。像许巍老师的爸爸呢，是苗栗客家人呢，是四线腔啊，从小到大跟着爸爸说。他说我妈妈呢，可就是标准的新竹音、竹东音。我每次说海陆腔的客家话，我妈妈就说好像外国人在讲客家话了。海陆腔的乡亲们，对不起啦，都怪我妈妈的这个语言天分太棒了，因为她就跟着我爸爸讲四线腔，害我没有机会学海陆腔，好气哦！就正音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北埔呢，当地说的就是海陆腔的客家话了，新竹北埔。那么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高速公路下了北二高那个竹林交流道下来，或者是走这个中山高下那个头份交流道，哎呀，这个四线海路搞混了。头份交流道，哎，不久就可以到咯。像那个台湾的茶叶非常有名了，一般大家比较熟悉，像什么乌龙茶啦、洞顶乌龙茶啦，还有大家听过东方美人茶吗？哎，传说日据时代哦，北埔呢有一种茶，因为它产量很少，所以价格很贵也很高。当地人就说，吼，实在是很碰轰哦，哈，碰逢就是膨胀，说自己这么的昂贵，没想到碰逢这样子的名号呢，就不胫而走了，就变成了碰逢茶。碰风茶，那这一类的碰风茶呢，又叫做东方美人茶，据说是英国女皇品尝之后特别的赞美之词哦。那么东方美人茶客家话就叫做碰逢茶。哎，我如果再用海陆腔讲讲好不好？会被骂哦，被我妈妈骂了，怕讲不标准了。碰逢茶是四线腔的发音了，它是一种很奇特的台湾的初夏茶，每一年大约是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它是产季了，然后再来呢，它需要完全没有空气污染啊，背风高温潮湿这样子的地方呢才能够成长哦，因此呢条件非常的严苛，喝起来有独特的香味咯，因此呢是在台湾所有的茶种都没有的呢，所以它有了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名号咯。我们来学一句客家话哟，这句话叫做碰逢茶咪头懂后。碰逢茶咪头懂后，哎，碰逢茶的味道很好哦，哎，应客喜相逢。许巍老师要来介绍一个客家话，叫做游手好闲，怎么说呢？悠悠呀呀，也就是 fool around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咯。接下来呢，请跟着许巍老师开口讲客家话咯。好，我要先教大家说碰风茶怎么说呢？碰风茶，哎，很好，碰风茶的味道很好哦。碰风茶咪头懂后，还有千万不要悠悠呀呀哦，游手好闲。今天就学到这了，安子 say 再见。